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酒吧啉酒济，我嘛是。因为今仔日要庆祝啊，分手快乐！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！庆祝场连聊落去。我聊落去啊，我敢若要紧别人，唔是，我完全无要紧别人的感受，因为你我水茫茫，我甲你讲。耶！哟，我水茫茫。你可犀利啦！就这样丢嘞！你看你后壁，伊迄倒壁，安怎？变遐尼歹啊？安尼，你等我一下，你莫后袂走，等我一下。你哪会变遮尼歹？不是甲你变真水，你哪会灰灰，敢若生条啊？杨文琪，咱来菜有菜，这个无菜啊。好啊，我来替伪装。好。你即马想歹，我来替你伪装哦，较水嘞。耶，苏伟人爱吃苦辣，杨哥即马无苦辣，安尼我知影，苏伟人爱替对方完成一个愿望，你感觉 ？OK 啊，非得我也袂输啊。上好是。来啊！安尼我回家。为什么你会想话啊 ？Lady first， 你无听过我你啊？食。安尼我就食。食。安尼我就要赢哦！我无看到啦。耶，我赢！你听我一个愿望。好，我欠你。好。你要创啥啦？我先甲壁插好啊，无爸甲阿妈明仔载看到，咱互骂死。无用诶，你反悔对无？你甲油菜放落来，我先去想。我要互你无通反悔，搞过来。耶！闭好鸟。我看嘛。敢若都无清楚。我无翕好啦，哪安尼？我要翕清楚，来啦，我替你付付的，搁翕一张，紧来。一两三，耶！我看嘛。耶！完成啊！
那就听呗。莫哭你不要紧，莫哭你不要紧，油茶袂打啦。丢嘞，莫袂叫你看一个愿望。知啦。我甲相片传互你，安尼你就袂反悔。你醒起来啊！袂。但问题你醒起来啊！我就讲诶，互我休一个啦。好啊，安尼你去咧想愿望，我来甲病炒好，我即马就用去实现你的愿望啊。袂用诶，哪会当遮尔简单就放你煞？愿望我袂想着，等我想着才甲你讲。好，紧甲病炒好。好啦。下。哦，你画甲遮尔大，要创啥啦？已经想袂起来，顶解甲张友莲我遮尔近，是啥物时阵啊？是10岁甲伊做伙法规，也是18岁咱做伙呢？这是足久的代志啊！今嘛像安尼，啥物拢免想，嘛真好。阮从到底是啉偌济啊？两个人拢醉到安尼。也是莫甲伊吵真心，互伊加困一下。是咧，你无代志吼？我的手机啊咧，手机啊。哇！喂，总监，你哪袂来公司啊？等下就要去交会咖啡厅拍画电影呢。敢是今仔日？对啊。即摆几点啊？你要10点啊。好，你准备一下，我随过去哦。去咯。赞。啉酒真是会母害去呢。今仔日交换的咖啡厅遐要拍画电影，我要去看卖。即马得要10点啊，我先过去，你豆豆来。哦好，你落来说你哦。张嘞。你遮有油菜，会记得摕酒精试一下，莫用到目睭。哦，好。友莲，阿妈。啊你今仔才话还袂出门啊？哈？哦，要出去啊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妈无我困着，闻着你规身躯拢酒味呢。你昨去啉酒哦？哦，无啉真济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出去啊。小啦，阿妈有话要甲你讲啦，来，遐坐来。
阿嬷甲你讲吼，昨吼我甲明芳拢讲白啦。我甲伊讲吼，伊有心吼是值得恭喜啦。也毋过咱张家规矩吼，是阿嬷讲才有准算啦。我知影我讲一寡话，伊是听了无介欢喜啦。伊也毋过无欢喜的话嘛讲出去啊。以后吼，大家见面啦，嘛无啥物好面相啊。是讲代志变甲安尼，我看咱的自产嘛莫办啦。阿嬷都无法度讲吼，甲伊假设无代志，啊，坐甲伊面对面做伙食饭，安尼我做袂来啦。有莲啊，阿嬷甲你讲遮的吼是要提醒你，你看明芳，即摆一个有心吼，野心愈来愈大。虽然你是张家的大孙，啊，毋过你嘛爱替你家己拍算啊。阿嬷，我知啦。袂用干那知，你爱有行动啊，哈？你甲慧敏即马感觉有要继续行落去啊？阿嬷，所以你无反对啊？哎哟，我从来就毋捌反对过慧敏即个人，我是反对伊做迄个政治的代志啦。阮姨弟拢有计划结婚的代志，慧敏嘛讲伊袂阁做政治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阿嬷就放心啊。恁老爸讲吼，爱乞丐人当面吼来甲咱会师咧。阿嬷是认为讲，即种表面的变啦啦。啊，你甲慧敏吼，两个赶紧去甲婚结咧啦哈。若无想要住伫厝内吼，搬出外口住安尼就好啊啦。所以你嘛赞成阮搬出去住？阿嬷嘛希望讲吼。咱大家拢住伫同一间厝，啊，毋过吼，即马代志变甲安尼，等明芳迄个囡仔若阁生出来，厝内毋知会变啥款。啊，你甲慧敏结婚了后，你嘛有家己的家庭，嘛是会生囡仔啊。所以吼，阿嬷是认为讲，也是随人住随人下啦，安尼对大家拢好啦。阿嬷，你放心啦，就算我伫外口买一间厝，嘛会留一个房间互你啊，随时欢迎你来。阿嬷知影，你这个囡仔哦，自细汉就足大心的啦。你逐项代志拢替别人设想，成全别人。也毋过即届吼，你爱替家己拍算。虽然讲吼，恁老爸是徛伫民风迄边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有阿嬷伫咧，你爱会记的。阿嬷是恁这个孙永远的靠山，知无？我知，多谢阿嬷。好啦，你甲慧敏的婚事紧办办咧，莫阁拖啦。好啦，去上班啦。好，阿嬷，我来走。好。哎呦，我伫创啥？哎呦！总监，你有要紧无？过半点钟，咱就要去交还咖啡厅呢。我不要紧，头壳疼尔。怀伫遮甲遐真近，你10分钟后才来叫我歇一下。还是我替你添一杯水。毋免。文琪，你安怎？无爽快哦？我无代志，头壳有淡薄仔疼，歇一下就好啊。欣，你先去准备资料，等下就出发。无话顶伊迄边，我替你去，你好好休困。毋免，我就讲我无代志。你莫多强啊！今仔日是毋是敢若拍交还，无拍完处理？对，敢若拍交还尔。安尼就听我的，在遮好好休困，倒位拢莫去，话顶伊代志我负责。欣，看下晡敢有会议，替伊改时间，莫互任何人搅了文琪。好，我就讲我无代志。有欣斗相共袂问题。欣，行。好。请款的代志，上早无提早处理，为什么头壳这么赶？这份公文嘛是下骹的人拄送来尔。下骹的人无马上请款，顶面的人就悠哉伊去。
你这经理是毋是伤轻松啊？正经毋是讲，李经理低度早退，常常无来开会，至少伊袂犯这种错误啊。行政检调甲咱合作遮尔侪年，人嘛准时供货，咱莫为难人。这个公文的流程吼，赶紧处理者，到时阵请财务紧半钱互人。哦，我马上叫快递去送。这份公文有连甲文期签完，搁爱互你阿一签，你搁要叫快递啊？安尼来来回回，这流程哪会走会完呢？你家己走一逝，伤换半钱，你是想要安怎？哦，阿姨，我家己走啦。入来。哎，大姐，要创啥？这紧急公文先替我签啦。这种物件，搁爱你亲身送来哦，你先讲咧。你莫安尼啦，大姐，这紧急公文今日就要完成，你先签啦。既然遮尔紧急，你是袂晓较早送来哦。万一我无伫，你是要去倒位找人替你签啊？叶冠华真正毋是我咧讲你，拢已经做经理的人啊，做代志敢会当较认真呢？万一你出差错，虽然你姓杨，但毋过也是张家无面子。我知影啦。叶经理，加油好无？我知影，多谢陈总监。唉，骂人的时阵，我就是张家的人；有好康的时阵，我就毋是啊。哪有人安尼啊？唉，叶经理，你找阮总监啊？恁总监呢？交还隔壁厅伫拍微电影，伊去现场监督。哦，敢有需要？叶经理，董事长正咧开会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我有紧急的公文要互董事长签啊。哦，叶经理歹势，这份文件照流程来讲，应该要先互张总监签，才会当摕互董事长。我知影，也毋过我找无张总监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先互董事长转因啊，才互张总监转。袂用诶，公司规定就是安尼。安尼我问你，董事长会点到当时？今仔日所来就无现场啊。我等下就过来。卡 ，OK， 真好。后一个镜头，好，咱拍拉花特写。交换你好看一个，我来整理桌顶。好，多谢。第四场 Take One， Action！ 卡，到底是咧创啥啦？妹妹，你敢有看过相片？我要的是一层一层爱心，建成你知影无？我尽力了。小等咧，敢要搁拍？导演歹势，阮道具有淡薄问题，请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叫人来处理。紧的啦！导演，歹势，也是我来啦。这我平常是有咧做，无问题。好，安尼麻烦你啊。我来就好。哦，好，安尼你徛伊的位。好。安尼啦，来，咱拍交换的手特写拉花 ，Roll it out。第四场 Take Two， Action！ 交还，你敢有看到大哥？卡，多一个饭桶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Action！
交还，你敢有看到大哥？卡，倒一个饭桶啊！是咧，我找张总监嘛，张总监，我找张总监。大哥，过一届啊！大哥，交还拄只表情袂歹，林嘉宾过来一届。来，紧点，好，大家准备哦。紧点啊！我走这个公文啊，走到脚要断去了，你知影无？看，这个好不好？歹势，紧。阿姐，董事长呢？董事长拄开完会就带客户出去食饭啊。啊？董事长敢会回来？哦，你毋是甲我讲董事长后壁无行程啊？我遮尔辛苦走这份公文，就是今仔日爱完成，即马差伊一条囡仔，你叫我免怎？你应该知影伊的囡仔囥倒吼？知影是知影啦，也毋过要转囡仔，爱经过董事长的同意。我知影爱经过董事长的同意，所以你是去问伊，伊若 OK， 咱就甲伊转啊。安怎？你即摆讲安怎？我嘛是丢界的人，我叫董事长阿姐，家己人拢袂当通融一下哦。若无，请叶经理打电话给董事长确认，假使董事长讲会用的，我就替你转。喂，阿姐，歹势叫了你啊！我这边哦有一份紧急的文件，需要你转印呐。我知影，拄只民风有甲我讲啊，你甲电话互金秘书。董事长，好，我知影。你看啊，真简单的代志，无甲遐尔复杂，紧的啦。实在是哦，我会忝死。去接电话啊，我家己转就好啊。去接电话啦，刚刚我家己转，莫敲电话哦。安尼就请你家己转。应是伫遮，我去接电话。真正是啊。若是无问题，我就传予内地的采购代表 James。明年内底大港的量真大，咱全部交落来，更有问题。我替你确认一下。要约吧。好，安尼我就先替你约这个时间，1点到3点拄好有闲。你迄边敢会用？好，无问题。我等好啊，你干嘛检查一下？拜拜。喂，你爱的物件我摕到啊，咱要约当时见面。好，到时阵见。多谢，好，多谢导演。辛苦。欣，你先回去公司，我还有代志。好，安尼我先回去啊。姚凡，辛苦你啊，今日拢你的戏。袂啦，拢是平常时我伫咖啡厅会做的代志。对啦，文吉咧，伊个无用哦。伊无啥爽快，所以我才会代替伊来监督。伊安怎？无代志，有淡薄水过面。我有听伊讲恁分手啊。所以你留落来，就是为着问我这哦。
因为我感觉恁分手有淡薄突然。嘛无算伤突然，就拄好最近发生真侪代志，互阮有机会去检讨双方的感情。其实早暗有来找我，阮讲足侪，嘛讲真侪平常时袂讲的话。啊你咧？你敢会感觉安尼分手伤可惜啊？当然可惜啊，也毋过感情是爱行一世人的。我甲文琪阁是对感情特别认真的人，就阁较应该想好清楚，谁才是迄个上适合家己、上会当陪家己行一世人的人。你感觉伊袂当甲你做伙行一世人是？我本来料准会当，也毋过后来发现，伊也是甲伊穿西装，真认真拼事业的精英，就亲像你同款。变候鸟拢唔敢用较歹，你真是足惊的。奇怪，敢无收到我传的信息？今日拍戏真顺利，你免烦恼。头壳疼有较好无？敢卖我买止疼药互你？有你这么啊关心我，头壳袂疼。唔对，安尼敢会伫使呢？开掉。是无要回我哦。靠坐，靠坐。哎，你爱洗衣裤啊？好，停停停。好，稍等一下。OK， 会当把铝罐咖啡摕掉。我头一摆抢的咖啡。好啉。啊，咖啡啉落去头嘛袂疼，足好。文琪，你昨讲想要啉酒，敢是因为交烦？伊拄则甲我讲，你昨有去找伊讲。我听你的话，去甲伊甲话讲开啊。阮两个应该算是和平分手啊。你穿新西装呢？真正敢若毋捌看你穿过。有啦，我只是较少穿。昨迄次哦，用甲拢是油菜味，阁有酒味，我就摕去洗啊。真好看，真下书，布料嘛真好，真适合你。你感觉伊袂当甲你做伙行一世人是？我本来料准会当，也毋过后来发现，伊也是甲伊穿西装，真认真拼事业的精英，就亲像你同款。你拄则传互我的相片有够歹，敢拢无好看呀！我会记得昨有迄一张较正常的啊，为什么毋传迄张？敢有？应该就是迄张啊。昨啉伤济，枕头也无得控制，嘛毋知敢有翕着。哎哟，有时阵迄一两张歹，哪有要紧？就算歹，我嘛无要紧啊。我是想讲，汉尼做伙翕相，当然爱留较水的啊。
无即马来翕啊，拄好你穿新西装，加上头一届冲咖啡，留一个纪念啊。来，卖啦，伫公司互看到无啥好啦。有够惊。对啦，我阁欠你一个员工，你敢有想到要下啥物愿？我会好好想看觅，袂当收办伊哩。你莫甲我讲啥物满天星啊、满月亮啊，这种的我无多。拜托诶，无可困难，免得表现你的能力，非得你是走袂去的。我手头有你啉酒醉真歹的相片，你若敢拒绝我的愿望，我就甲相片传去公司的网络，互大家看平常是真紧的张总监，私底下啉酒醉我歹看。你创啥啦？你这天有够歹的。我拖伫冰白目镜袂戴用的，我掠着你的头长尾啊！足歹的，足你来看啥，咱这歹呢。边欢喜啊！无啥物啦。慧敏，你哪会雄雄来找我？拄则去工地，就伫附近，想讲找做伙食暗顿。文琪，做伙去啦。毋免啦，我今仔日忝啊，袂叫了你啦。哦，恁去啦，拜拜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好啉无？拄则看你甲文琪伫啉咖啡，佮想讲你改变习惯啊，结果你还是点茶。因为文琪要新咖啡，我替伊试看卖尔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讲掠阵你总算改变啉茶的惯势，结果无。我有了无毋对，边路阿姨真受心啊。顶摆听你讲伊的状况，我就感觉有可能是安尼。想袂到我阁要做阿兄，阮爸毋但比阮早结婚，连生囡仔拢要挂在阮过囡仔头前。有时阵我感觉应该伊是后生，我才是爸爸。早若知影，当初我就应该较匆忙咧，该你去登记结婚，即马就毋要遮尔烦恼啊。所以啊，咱就要照正经讲的，紧甲婚礼办办咧。即摆连阿嬷拢开始催我甲伊讲哦，咱要搬出去，伊嘛同意啊。真是了，安尼就剩阮爸甲恁爸迄边啊。找时间我甲你做伙去看恁爸。好啊，毋过真无用的张总监，你敢会答应我一件代志？啊，陪我去试新娘衫。当然啊，顶解哦，即届啊，我一定甲手举拐去，好好陪你拣新娘衫。其实顶届去试新娘衫有几套我足介意的，我有翕相等者传互你。好啊，你看卖，今日我付钱，等者咱做伙讨论。好。毋是搁要讨论，即马就要走啊？咱即马就转去找阮爸讲。这么赶？你拄则毋是讲爱较匆忙咧？既然想到啊，就去做啊。行。爸，我甲慧敏要结婚啊，希望会当得到你的同意。我无反对恁结婚，也毋过有两个条件。慧敏要先做到。慧敏，你若是继入来阮张家，以后绝对袂当搁做政治啊！你敢做会到？
阿姐，你放心，我即马干那想要好好经营阮爸的建设公司，政治方面我袂阁卡啊。好。第二个条件是，请恁爸徐国雄来甲阮张家会室。爸，会比因爸搁咧坐家，要安怎出来会室咧？你安尼毋是故意刁难？这点我真坚持，无啥物通可参详的。阿姐，阿是讲我找时间去看阮爸，请会先写批甲你会室咧，等伊出来了后，亲身过来拜访，敢会用的？嘉诚，徐国雄什么时阵出来？会面确实无法度确定，假使伊真是愿意写批来，安尼就会当证明伊有会室的诚意。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，伊无一定爱亲自来。而且结婚是友莲甲慧敏两个人之间的代志，慧敏已经答应伊袂阁做政治。既然安尼，其他的就无重要啊。我感觉都无啥物理由阁反对啊。既然你是进前迄挂代志上大的受害者，你就安尼讲啊，安尼我嘛无啥物理由阁讲啥。恁就用早家日子定落来啦。友莲，你是张家的大囝，应该有诶咧做，一定爱做到，莫因为赶时间就无顾着面子。也阁有，恁阿妈等一工等真久啊，因若有啥物意见，恁来尽量听伊的，知影无？阿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配合阿嬷的。爸，阁有一件代志，阮结婚了后，决定要搬出去住。你是大囝呢，结婚以后，哪会当搬出去？当然要住伫厝里啊。而且恁阿妈嘛袂同意啦。我已经甲阿嬷讲啊，伊嘛同意啊。这个代志我已经讨论真久啊。阮两个嘛希望会当有一间家己的厝，所以希望爸你会当支持我的决定。好啦，既然你的话拢讲安尼啊，我就尊重你的想法啦。好啊，时间嘛无早，明仔载搁要上班，你先带慧敏，较早转去休困啊。阿姐，明华阿姨，再见咯。嗯。既然你已经答应要互因搬出去，就莫遐尼无欢喜啊。有人要搬出去这件代志，自头到尾都无甲我参详，即马搁替因阿嬷来拗我，你看伊心内敢有尊重我这个老爸？也毋过你敢无感觉，有人可能是因为我有心，以后厝内加一个囡仔，所以伊才想要搬出去住。烦死啦！也毋过毋管安怎，我是因老爸呢。要做什么决定，敢讲袂当先甲我讲一声，我毋是袂当参详的人啊。好啊啦，你搁找时间好好甲友莲讲看卖，至少要互伊知影，我的囡仔无要甲伊做啥，应该是伊的，也是伊的。再搁看啦，我看伊拄则迄个态度，我嘛无心情讲这啊。高档，歹势啦，我只会当甲你约在这种所在，安尼我较方便。卖废话，我要爱的物件咧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
话，我要爱物件咧。高当你毋是讲事成了后要搁花10万？会用甲报价单传互我吼？袂用诶。叶冠华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等下，高当，我敢摕你诶钱，我就会甲物件交互你。也毋过，伫我甲物件交互你之前，你要甲进前诶影片抬交，我会甲我保证以后袂搁叫我做代志，安尼我就会甲物件交互你。你即马甲我讲条件是无？高当，你抓准我是戆人哦。假使你以后搁摕影片来威胁我，叫我替你做代志，安尼我这世人就爱受到你的控制啊！好啦，回伫我平大甲你拖拖刷刷，哈，家己睇。会用啊吼。高当，安尼咱就无相欠啊！麻烦你以后莫过来找我。迄无一定哦，无得卡过一段时间，你阁挡袂牢来拜托我斗相共。再见。我甲你讲，这个灶骹吼一定要保持清气。搁有洗手的所在，这边啊定定会污垃圾，逐工拢爱洗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这拢基本的，我会晓，我会晓。还搁有，阮查某囝即摆有心较紧食，所以你上好照伊的意思煮，菜式加一寡变化，我相信对你来讲无算啥。哎呦，无问题啦，我有中西餐进酒呢。还搁有啥物？搁有这我甲你讲，这柜啊，小我冰箱是。嘿，晴啊！你即摆是在创啥？这啥人啊？我甲你介绍，为今仔日开始，伊就是领导的使用人，伊叫阿兰，兰花的兰。阿兰，这位就是丢当市长的妈妈，叫阿嬷。哦，阿嬷好，是咧好声嘿啊哈！你要请使用人，拢免经过我的同意哦。无啊，赵明峰即马伫个安泰啊，伊安尼行来行去也无方便啊，而且恁透天的遐大间，去里落来爬楼梯呢。我想讲，嘉诚嘛讲啊，就请一个使用人来照顾伊较好啊。亲，恭喜你，你有助手啊！为今日开始就有人来顾三顿啊呢，而且阿兰有中西餐的证照，你有讲无啊？无安尼啦，阿兰，你即马就去替我煮一碗面，然后嘛替阿嬷煮一碗青瓜。唔免，你出去啊，哈，出去啦！我都无请啦，出去啦！出去，你莫激动，你较冷静吼。素静阿姨，我先回去好啊啦。等一下啦！人是来斗相共的呢，你哪会甲人赶出去啦？我毋是甲你讲，我无要请啦。你先等一下，吼，你互我搁甲伊讲一下，无代志，好无？是要讲啥啦？你要甲伊留喺遮，你要付钱哦？无，讲清楚哦。是恁后生刘嘉诚讲要请来斗相共的，这钱当然是恁出。你叫阿兰是？我甲你讲哦，我无可能付钱互你哦，叫你来遮嘛毋是我的意思，伊嘛无经过我的同意就叫你来，所以吼，找伊算小，莫找我。你阿嬷，我看你若还是家己讲好，才甲我讲啦，我先来动啊。你
啥货啦？啥货啦？你家己的身份嘛小顾咧哈？你到底才是领导哦哈？你要来看你怎么叫我无意见？你家己是人客呢哈？人客冇一个人客礼貌啊哈？去食伫瓜庙讲，哼！你拄则讲啥物啊？啥是去食？你甲慧敏的婚礼就好好办，应该互你的，爸爸当然拢会互你。我已经拢安排好啊。就当前2天来看厝，都好嘛是我接待。咱张家的人要大的，总袂当上简单啊。我最近感觉阮爸还是徛伫我这边。人讲爸仔囝动心，到时阵咱一定要好好多谢阿姊。好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